好，全世界而家係我哋49頁嚇，Class A 呢組49頁，係啦，係 Class A 嘅忘情加埋 Class A 嘅加成啊。好，咁阿 Jenny 好明顯係代替咗阿蚊枝啦嚇。好，3、2、1，去。我真係唔知講咩好，或者我講乜嘢都彌補唔到，但係我真係有原因㗎。對唔住，你講咗3次啦。原來講對唔住咧都有遺傳㗎。我以前都同一個男仔講過，最後一次講對唔住之後，我將佢留低咗喺一個應該留低嘅地方，而我喺3萬尺高空留低咗一段説話俾佢。唔好意思啊，我想問交福我去比賽係咪呢個門口啊？我知我遲咗少少，但係樓下啲壞咗咧，我唔想㗎。有啊，我要帶齊兩幅畫㗎，有啲大幅，所以我擺喺出邊。好啊，唔該晒你啊，唔該晒。咁我喺度等啊。喂，係啦，佢坐低先，係啦，佢坐低。歌曲音樂入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，唱歌。遇見他，我心跳；再遇見他，我不知所措。他沒有那些虛假的笑容，他沒有那張分不清真假的臉。我太孤獨，太寂寞，太浪費了我的愛。要表白，要說話，要說盡我心中的一切。畫上畫，我發光了，對下我知所措。向的我揮灑自如。油畫下的我沒有了顏色的遮掩，我太生幻太後入，每個背影3000語黑線，我乜力冇能量冇自信冇人可以鼓勵我混唱。我太孤獨，太寂寞，太浪費了我的愛。要表白，要說話，要說盡我心中的一切。最尾音樂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，音樂走晒，全場靜。遇見他，feel 到心跳。其實我哋嘅愛情故事好簡單。我係一個攝影師，喺一個畫展上面遇見佢，佢唔係特別鍾意笑，佢會好認真咁睇每一幅畫，佢會睇一段時間，佢唔係睇，佢係閲讀，就係呢種閲讀嘅眼神特別吸引住我，吸引到我唔記得幫佢影相。到我記得幫佢影相嘅時候，佢已經推開道門離開。得我一個人排隊，即係我係今日嘅最後一個。我雖然一個人生活，我唔想自己一個人喺一個咁大嘅空間度，好冇安全感。我感覺到有人喺後邊望住我，我偷望咗一眼，係一個男仔，好似見過畫展。
佢仍然喺度望住我。通常呢啲情況我會行開，但今次我冇，我講唔出原因。可能呢個咁大嘅空間係需要多個人。我同佢 say 咗2次 hi， 佢終於轉身望住我，就係呢種眼神，就係呢種眼神吸引住我。我哋可唔可以做朋友啊？我哋都唔識做咩朋友。我哋之前見過㗎，喺上星期嘅畫展，我仲幫你影咗幅相。咩相？佢呢張相影住我嘅背影，應該係我離開畫展嘅時候。佢點會知嘅？我都中意畫唔同類型嘅背影，因為我從來冇見過呢個女人嘅正面。咁我哋可唔可以做朋友啊？佢望住我嘅眼神，好誠懇。我唔可以話對佢有好感，但係我真係好需要呢種眼神。我想交咗啲畫先再講。咁我周圍行下先。我想影張相。背面定正面？你決定。我覺得你正面都好好睇。你叫咩名？我叫黃嘉誠。我叫葉問晴。咁你仲唔俾我俾咩你啊？ ？IG 啊？燈轉係啦，埋坐啦，行埋坐，要你唱歌啦。音樂飛歐，好，歌曲音樂入5、4、3、2、1，唱歌。爸爸講過，我應該自豪，對愛情認真勇敢。遇上好女孩，帶佢去戰東睇下，由5支旗杆行到尾，肩並肩，手碰手，不要介紹齊澳洲，不需要搞笑，搞笑，簡簡單單行到最後，肩並肩手碰手，帶着笑齊步走，不需要説話，不需要搞笑，感性，簡簡單單唱慢啲啊！行到最後。開開心心行到最後，不經不覺行到最後，陪伴我好嗎？音樂5、4、3、2、1，歌曲音樂完。繼續啊！嘉誠第一次約我去嘅，真係唔知幾安得，真係行向尖東，真係冇講嘢，真係唔會，我哋真係行到尖東咀。
品都係同一個海灘，同一班人。一科係風和日麗，另一科係橫風暴雨，好似見到心入邊嘅兩個地。你睇得好仔細。最後一幅你話送俾我，咁你睇到啲咩？全粉紅色嘅底色，好似係比喻愛情。個女仔有少少驚咁坐喺地下，對愛情恐懼，但係又喺粉紅色嘅包圍之內，呢個女仔都矛盾。我之前拍過2次拖，個男仔都算對我幾好。直至我到最好嘅時候，我心入邊就會有把聲走啦，係咪好渣？係咪好唔到彈？所以同我一齊未必係一件好事。音樂加大。音樂飛 under。有一次，我問爸爸：我哋身邊有咁多人分手離婚，其實有冇真愛㗎？我爸爸話：係因為我哋身邊有好多人渲染咗好多唔好嘅例子，忽視咗仍然有好多好好嘅例子。呢個年代嘅愛情複雜好多，同我哋嗰個年代唔同。但係我仍然相信，無論任何年代，愛情入邊梗係有一件事係唔會變，愛就唔好怕，怕就唔好愛，幸福冇可能隨手可得。愛一個人就要愛至山窮水盡。愛一個人就要愛至山窮水盡。對唔住，係咪好老土啊？係，你同你爸爸都好老土。係啊，我唔止老土，仲好認真。可唔可以俾我個機會？我會努力。努力啲咩啊？努力做一個令你可以放心享受愛情嘅男朋友。你唔驚我又走去咩？慘咯，傷心咯，失戀係咁噶啦。起碼我試過，努力過。如果你唔俾我呢個機會，我就證明唔到。證明啲咩啊？證明唔到，證明唔到我唔會好似你媽媽咁將你抌喺孤兒院。我會陪住你喺你身邊，你會見到我，你會摸到我，你唔會唔見咗我。葉樂晴，可唔可以準我做你男朋友？我會認真，我會珍惜，我會努力。你可唔可以講多次？我會認真，我會珍惜，
我會努力。可唔可以俾隻手我？黃嘉誠，我而家係你女朋友，我叫葉望晴。葉望晴，我而家係你男朋友，我叫黃嘉誠。轉燈。佢對你真係好好，你應該可以得到。我哋終於正式開始咗。我同自己講，再試下啦，再試下啦，再試下啦。可唔可以唔會再試啊？定係我唔應該再試啊？點解唔應該啊？點解要懷疑自己啊？我係一個連媽媽都唔要嘅 BB 啊！咁我懷疑自己唔應該得到幸福，有咩問題啊？喺我享受愛情同埋懷疑自己之間嘅時候，有一個星期六嘅晏晝，嘉誠走咗上嚟我屋企，我打開門佢就話：不如我哋而家去台灣啦！而家而家望住我做咩啫？我認真㗎。我自己都為心。我仔知嘅咩生活圈，出個飯蛋仔跑步。生煎包、葱葱酒餅、胡椒餅、甜不辣。我哋要食晒佢。安全啊！食晒佢。我哋，我哋，我哋，我哋。落上。我哋要喺宜蘭嘅台園都睇住一群又一群嘅羊仔散步食草，牛仔。我哋要去台東嘅椰油祈禱山，見證全白色嘅十字架，伸手就能碰觸天堂，低頭就能見證上帝。跟住去花蓮太魯嗰邊國家公園，大洋瀑布、銀帶瀑布、長春瀑布、綠水瀑布。跟住去背台。新北嘅新山夢湖，群山包圍，雲霧彩霞飄嘅夢幻。hold 住，慢慢放低，好慢，感受到個陽夕陽曬地，慢慢轉過去望，感性啊，感性啊，慢慢轉過去望，係啦，望上面係啦，好靚啊，粉紅色㗎。由桃花到荊花，同埋螢火蟲。螢火蟲綠色嘅光，充滿整個天空。會唔會太靚啊？我哋要去嘉義嘅太平雲梯，嗰度係全台灣最高最長嘅觀景吊橋。當你企喺橋嘅中間，無論睇到嘅係日出定係日落，一定會成個人呆晒，因為實在太靚啦！我細個嗰陣時，媽媽帶我去過一次，我先至知道呢度簡直係人間仙境。I can't promise to fix all your problem, but I can promise you won't have to face them all alone. 可唔可以講多次啊？
無法承諾幫你解決所有問題，但我保證不會讓你獨自去面對。出歌，唔好急啊，慢慢啊。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眼泪，轉燈開起身，讓你知道在孤單的時候還有一個我轉一個圈，陪着你，向翻觀眾。讓我輕輕地對着你歌。太遠啦，太遠啦。好，放低手，慢慢 feel 啦。是曾經在草原上逆風，只想靜靜聽你呼吸，緊緊擁抱你，到天明。捉住個吻，捉實個吻，捉實個吻，係啦，捉住佢，放上天空，最盡，你隻手最盡，最直，放開，係啦，跟住捉住對方個吻，慢慢，慢慢。彩色的夢中陪着你，我從遙遠的音樂 feel，燈轉下一段。嘉誠喺台灣半月形沙灘上面，嘉誠拎住一個紅色盒，係一隻求婚戒指。葉望晴，你係值得擁有幸福。而家可能離婚，點解仲要結婚啊？要結婚，結婚唔代表永遠㗎，我哋而家咁樣開心咪好咯。要結婚，結婚幾年之後，我都會變到好煩，好冇情趣㗎。要結婚，你知唔知啲人離婚之前做乜嘢啊？不停揾對方缺點，不停鬧交，不停互相傷害。你係咪想我哋變成咁啊？要結婚，其實你知唔知我要乜嘢？到底你愛唔愛我？要結婚。結咗婚之後，葉望晴就有家，有埋小朋友之後，葉望晴就有家庭。葉望晴以後就係老婆，就係媽媽，唔再係孤兒，可以重新開始，真真正正咁重新開始。葉望晴係值得擁有幸福。如果你哋都咬咧，我唔係上帝，我唔可以預知將來會發生咩事。我只係知道，如果想有最好嘅結果，就需要我同你兩個人一齊去創造。我願意，你願唔願意啊？我願意。我有啲緊張啊，我想去廁所先啊。他離開了，在的士內，在機場內，在飛機內，在3萬尺以上的天空外，留下了一段不能回頭的説話。我相信你，
相信愛情，因為你，我相信幸福，但係我唔相信自己可以擁有幸福。我好怕有一日你會討厭我，怕有一日你會頂我唔順，怕有一日你會抌低我，怕有一日你會完全忘記我。而家呢個結局幾好啊！起碼你會恨我，會憎我，起碼你會永遠記住我。忘情行向觀眾席第一排，某一個座位。不能讓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說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擔心讓你一個人走。你仲記唔記得啊？我爸爸講過，怕就唔好愛，愛就唔好怕。如果你未預備好，就唔好接受我，唔好接受呢份感情。當你接受咗我，接受咗呢份感情，你就要對呢份感情負責。呢啲叫做尊重。如果你連尊重都留翻俾我，咁我算係乜嘢啊？咁我算係乜嘢啊？我唔係你阿媽，我從來冇放棄過你，冇抌低過你。咁你點解啊？點解啊？3、2、1，停。